且母公司 Meta 推出新的社群平台 Threads， 功能甲 Twitter 真相同，有种人认为讲是要甲 Twitter 对决。飞天车有可能伫咧生活中出现。美国一间公司摕到即次的许可，上近2005交车，伊价只是高代票930万。镜头往来看南非，约翰尼斯堡附近一个炭缸咧大的砖头，怀疑是有毒的瓦斯泄漏，害16个人死亡。而且怀疑讲这是甲非法乌金马有关系。另外，墨西哥南部是有一只巴士规只车摔落山坎，可能是因为动压歹去。即阵尚无已经29个人死亡。法医来到事故现场勘验，路边也会当看到用棉被盖的尸体。南非约翰尼斯堡当兵公告，这位非法矿工的住路，拜三暗时8点左右发生毒瓦斯外泄事故。救援人员到现场的时阵，有真侪人已经中毒倒伫路边。目前知影上少死16个人，其中包括3个囡仔，上细汉的才1岁尔尔。What is absolutely sad, we must state, is that we've go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ve been saying that they've been calling the SAPS, particularly since 6 o'clock, prior to even the tragic, to state that there's a foul smell that is going on in the place and they would really genuinely like assistance, and they did not receive it up until casualties actually were now found lying in the streets and lying on our roads. 当地媒体指出，事故的罪魁祸首可能是按酸素炭外泄的硝酸盐氧化物。这炭坑住路的民众，定日走去旁的炭坑找找黄金，希望会当好野。无想到因厝内的瓦斯桶竟然发生大命的意外。目前有关当局嘛在调查外泄的究竟是什么气体。咱来看墨西哥，一只墨西哥市要去南部的巴士，车顶全都是要回乡的民众。拜三透早伫南部瓦卡州这位山区，突然间失控，摔落25米深的山谷。救援人员用锁啊，把车拖起来纠正，发现车头差不多全部拢毁掉。目前上少29个人死亡，19个人受伤，其中1个人伤势严重。初步调查发现，事故原因可能是动压歹去所致，不过具体原因搁在调查当中。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顶礼拜有一个查甫人也穿伫咧前总统奥巴马的徛家附近，要攻击奥巴马。为怎样伊会知影奥巴马住伫咧地？查落竟然是因为另外一位前总统 Trump 伫咧网络刊文章，害奥巴马的字迹标出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认为日本到核废水入大海有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是认可这份报告，不过中国是反对报告内容。英国《Times》报道，摩根大通银行预告，英国可能为着通货膨胀，搁再升利息，升到7%。英国经济衰退，失业率抢悬的风险会愈来愈悬。再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亚洲的流行歌星李玟捌唱过真侪电影主题曲，伫咧国际嘛真有名。即阵已经跌落百死，互国际真侪名人嘛真有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因为真侪摆台去互起诉，不过伊是法院往甲支持者募款，4月口单竟然是募到10亿台票。中国西南部即阵有真侪所在拢正咧做水灾，亲像重庆的灾情就真严重，就有几落10栋厝去互大水冲倒去。目前尚无有15个人死亡，4个人下落不明。倒电建筑熊熊倒去，边仔民众惊甲喊出声。另外一边，消防人员甲掉伫水内民众救安安，慢慢刷到安全的所在。中国西南部地区连续落大雨，刷住大水，已经传出严重灾情。重庆山区的城镇炮梁镇，礼拜二因为雨规工倒，那道路互大水淹去，还有几落10栋主体倒去。大水来的时候呢，在7点过10几分20分左右，都已经偏公路。在7点半的时候，整个这个水呢都已经到这个公路上有1米多高了。好佳在当地政府紧急撤离炮梁镇500外居民，则无重大死伤。不过东北部的万州区就无遐尔幸运，因为雨势来真大，万州30外乡镇互大水淹去，50栋厝拢倒去。虽然当局紧急撤离几落万人，不过也是有民众不幸死亡。到7月早起，万州区已经有至少15人死亡，也阁有4个人下落不明。
差不多同一时间，挖近中国的蒙古嘛咧做大水，一向气候正大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礼拜嘛罕见的落大雨，地区色勒伯河水位欠悬，大水甲建筑地下室拢淹去，行人甲车拢无法度走煞。 Ингээл би ажилдаа явах гэсэн чинь ингээл заам ингээд ус болоод бас явж чадахгүй. Тэгэл ажлын цаг бүр 3-аас эхэлдэг. Тэгээд ингээл яв гэсэн чинь өөр зам бас ингээд уустаа тэгээд хүмүүс ингээл явдаггүй. явж болохгүй гэж хэлээд ингээл ажлаас хоцрогдоод жоох. 蒙古政府初五对沿海地区的居民发布警戒，搁蹲囥山包来防止淹水。当地气象单位指出。 乌兰巴托初时的降雨量已经打破过去60年来同一时期的降雨记录，一定大雨会持续到拜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独立派是伫咧6当前发起独立公投，不过西班牙的法院认为讲这场公投是无效的，佮甲因带头的领袖用煽动叛乱罪起诉。这个头人普伊格蒙特怎逃出国？ 因为伊本身嘛是欧洲的议员，欧洲议会有甲保障。不过即阵这欧洲议会是表决取消伊的保障，这嘛代表讲伊可能就要互送倒去西班牙接受审判。 2017年，加泰隆尼亚的独立派无管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做独立公投，落尾以超过90%的同意票宣告独立，但随着予西班牙宪法法庭宣告违宪，民选选举结果无效，包括普伊格蒙特等等推动公投的独立派政治人物，都予西班牙政府以煽动叛乱这罪名起诉，普伊格蒙特等人只好流亡海外。 过一年，中央政府换人做，倒派社会主义劳工党桑切斯变作总理，对独立派是采取较软的怀柔政策。2021年，欧洲议会表决通过，甲普伊格蒙特等人的司法免除权提掉。同一个时间，9个留伫西班牙被判刑的独立派人士，互桑切斯特赦。到今年1月，西班牙最高法院撤销普伊格蒙特等人煽动叛乱的罪名，但是照西班牙的法律，在独立派的头人若互引渡回去。 同款会因为2017年的公投案，面对无遵守法律和提供款去用贪腐这罪名，这两个相关的刑期是有期徒刑15年和8年。对普伊格蒙特等人维护免除权的诉讼，负责1审的欧洲普通法院初5裁定驳回。Mr. Carles Puigdemont y Casamajo, Mr. Anthony Comín y Oliveres, Mrs. Clara Ponsati y Obiols to bear their own costs and to pay those incurred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对这普伊格蒙特等人强调讲，一定会较紧来上诉。Altra cosa, no. Estem parlant de drets fonamentals. Estem parlant de democràcia europea. Estem parlant dels drets que tenen els dissidents, els defensors de causes que poden incomodar els estats a tenir dret a defensar-les en igualtat de condicions que la resta. 西班牙有一届大选会提前伫7月23举行，目前民调显示主张强硬对付独立派的人民党暂时赢桑切斯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最近是一直批评桑切斯，为着互法案通过，过下摆向独立派政党催促，互国家陷入分裂的危机。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法国一个少年家去互警察弹死，引起全国大暴动。即阵法国的总统马克宏甲市长咧讨论讲要安怎控制情势时阵，竟然是讲若是有必要，就要切断网络。马克宏认为讲，这网络的暴力影片，才会害这暴动愈加愈严重。不过，这款做法是随风未假，讲袂输迄独裁国家。法国17岁的少年奈尔互警察射杀，引起全国暴动1礼拜，后续的效应继续影响。总统麦克宏进前批评社群媒体作用暴力，找时间200外市长会面的时阵，搁再提出暂停社群媒体部分功能的想法。Enfin, les plateformes et les réseaux sociaux jouent un rôle considérable dans les mouvements des derniers jours. Nous avons vu sur plusieurs d'entre elles, Snapchat, TikTok et plusieurs autres, à la fois l'organisation de rassemblements violents se faire, mais une forme de mimétisme de la violence. 马克宏初时提起部分民众用社群软体来联络协调、传播暴力影像、加深动乱，有必要的时阵应该监管，甚至切断，通阻止类似暴动搁再发生。不过，长邦这个提议一日出来，遂引起舆论的反对。右派共和党议员马赫雷伊遂口说，敢讲法国是要学中国，还是北韩？ Cut off social networks like China, Iran, or North Korea
even if it's a provocation to distract attention, it's in very bad taste. 就连共党人士都无认同马克宏的想法，批评切断社群网络是错误的做法。看反对的声音这么多，作为转型部初五赶紧灭火讲，长网绝对无伫讨论的范围内。政府发言人嘛表示，会强强提出禁令，暗过会调集议员来讨论安怎改善社群媒体法案。 You have some geolocation apps that allow youngsters to gather at certain locations, showing the places and how to start fires. These are incitements to hatred in public places. You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suspend the app, as long as it takes to intervene. 奈尔顶个月底因为拒绝接受临检，开车离开现场时阵，去互警方开枪拍死，引起全国的怒火。民众少连续几天上街路抗议，搁演变成暴力示威。 法国政府统计，暴动以来发生超过23000件放火事件，超过3500人被逮捕，平均年纪敢若17岁。公司新闻7万连编译。面册 IG 的母公司 Meta 推出一个新的社群平台，叫做 Threads。咱台湾即阵嘛当掠来用。Threads 是互众人认为讲是要甲 Twitter 对决，因为 Twitter 才拄宣布讲要限制用户看文章的数量。这 Threads 主要行销就是对立的，要看偌济就看偌济。 而且 Thread 会当甲共公司的 IG 绑共一个口罩，所以讲是有基本的用户，所以讲就可能会甲 Twitter 人气抢走。IG、Thread 甲 Twitter 这三个平台到底是差伫咧对？这两个共公司的 IG 的画面是以相片为主，新的 Thread 主要是文字。除了相片，这其他拢真相像，所以讲这 Thread 嘛，互人形容讲是文字版的 IG。也若是 Thread 甲伊的对手 Twitter， 因文字呈现的方式。 二战老话功能拢要讲，因受比拼的气味是真重。推特最近一直有争议，即马搁面临重大挑战，因为切拉起 Meta 旗下 IG 推出 Threads 这款文字对话 App， 可能加做推特的杀手。 I think Threads is going to pose a huge threat to Twitter because it's coming from the Meta and Instagram family of apps. Instagram has 2 billion users compared to around 250 million of Twitter, so it's about 10 times bigger already. So if only 1 in 10 Instagram users tries using Threads, it's overtaken Twitter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reads 功能甲推特类似，虽然发文限制500字，不过用户会当对其他的信息按赞、评论、转发，也会当上传相片，甲上长5分钟的影片。更较方便的是，会当为 IG 汇入现有口罩名称，甲追随者的名单。未少网红已经想要试看卖啊。And if this is the future that you want to see, then I hope that you will join us, because 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beyond anything we can imagine.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除了伫第一时间订阅 Threads 发文之外，也罕见伫推特发布一张两个蜘蛛人面对面记着对方的图片，像咧暗示家己当咧甲推特的头家马克思进行对决。分析认为，对 Meta 来讲，即马当时出击上好时机。Since Elon Musk took over, the system itself isn't working as well as it should. Just over the weekend, we saw Twitter go down and then limits put in place for users so that it doesn't break the servers again. So that just on its own is enough to send people elsewhere. Threads 目前伫全球100个国家，拢会当透过苹果甲 Google 应用商店下载。那伫台湾公布上线的繁体中文版4点钟已经累计500万注册量，不过伫后面国家因为监管机构对各自使用疑虑，上计时间 AND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科幻电影内底飞天车是真正有可能会当出现伫咱的生活当中，而且竟然是上近2025年就会交车。美国最近是批准加州一间公司开发的这款飞天车，稳准因会当测试。这个公司是公告讲，因的飞天车唔有叶啊，嘛有链啊，所以当亲像普通车共款伫咧路练驶。当着踏车的时阵，是会当亲像安尼原地升空飞上天。目前设定的介绍，只是好代票大概930万。当头前有事故，也是拄着路面施工车的状况，车随徛伫飞起来，飞过这个障碍了后，再搁降落向前开，也是满天拢照飞天车这个场景，伫2025年底可能袂阁是梦想。加这位飞行车制造商得到 FAA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特别适航许可，所属的 Model A 的车款会当伫特定场合展开测试，是世界头一台得到 FAA 飞行认证的飞行车。Think about the car on the ground. It goes up, and then your passenger side becomes the bottom wing, and the driver's side becomes the top wing, and it turns like this. Now you're reutilizing
every inch of your car as the wing. And I have a very efficient flight. 经典电影回到未来就有这款画面，飞天车制造商指出，因用8年时间开发，这款飞天车有4个轮加8支普罗皮拉，后壁有4支，车前延刃阁有4支，所以会当徛直起飞也是降落。毋则无需要跑道，每一台卖30万美金，差不多是台票937万。Model A 陆地最高行驶里程是311公里，上长飞行里程有177公里，敢若会当坐1-2个乘客，所以定义做慢速车。也就是讲，行车速度袂使超过时速40公里，所以也需要得到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批准，才会当伫公共道路测试。今年初，这间公司已经收到400外笔会当退钱的预购订单。若是确实的车型 ，Model 2到2030年的售价差不多是110万台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欧洲的阿里安5号火箭，这20几年来执行过100多架任务，将是最后一届发射。不过，这要接手的6号火箭算是也未完工，所以讲这欧洲的太空发展可能会断暂。倒算结束，火箭伫遮大声音和火光之下顺利升空。法属圭亚那当地时间初5暗时7点左右，欧洲阿里安5号火箭做上尾一摆任务。It's really a great day, a great evening for Germany and France, and Ariane 5 has perfectly finished its work, and it's really now a legendary launcher. But Ariane 6 is coming. 这摆任务是甲德国通信试验卫星和法国军事通信卫星送去伫地球共步轨道。阿里安5号是欧洲太空发展重点之一，但是即摆任务结束，后壁阿里安6号敢会当拄好接起来，引起全球关心。Ariane 6 not yet on the launch pad. Vega C returning to flight. Yes, these are difficult times, and we are working, I can assure you, development on everything that needs to be done. We are not leaving any stone unturned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不过，按照拢的拍拼，这成为各国拢投入太空发展，要有自主的科学研究、军事和通信这能力。但是研发变紧，对比目前敢若美国、俄罗斯、中国等等7国有发射的能力，会当看出火箭发射能力，即马伫全球共款是真欠。那每个人都想发射自己卫星的时候，可是你有能力发射的国家还有公司其实并不多。我们原本是预计要用织女星C型火箭发射，但是也是因为它的实验失败，改用比较旧型的织女星火箭。目前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发展它的商业太空能力。那比方说，我们知道它在拉丁美洲国家方面，不只是跟台湾就是抢邦交国，或者是把手伸进所谓传统美国的后院之外，他们也在那边进行一些太空合作。国际之间的太空比赛开始，不管是各国政府还是民间单位，拢要抢食这大饼。对已经通过太空发展法的台湾来讲，即马应该找适合的切入点，甲家己的脚步翘在。记者综合报道。荷兰即阵是连后续都讲究环保，有一间升级公司是用钴做有机的观察棒，7天就当做一句，唔免臭树啊！而且台地的涂骹底是过半个就当自动分解。白色的外形看起来真有现代感的设计，这是荷兰升级公司的产品蘑菇观察。这毋是看大的行销广告，为着要保护环境，这么真侪产品拢会考虑到永续，连人死了装尸体的观察也袂当真做地球的负担。Yeah, so we don't make stuff, we grow stuff. We grow mushroom-based coffin, and we do it from mycelium, which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upcycled hemp fiber. And together we grow them in a mold in only 7 days into a finished product that within the soil biodegrades in only 45 days. 一直拢伫咧关心环境保育，升级公司两位30岁左右的创办人，伫树林内面观察到蘑菇会当帮助奥茶转化做新生命，就想着讲要做环保观察。每一个观察先伫内底层除大野草，虽然确实蘑菇毋是茶，因为会当当人的重量。So what we can see here is the root structure of mushrooms, and here we see all the wires that makes the product so naturally strong. 用有限环境的双重方式是这几年的趋势。蘑菇观察是用会当生物分解材料，毋免过去做10几年大丛的树仔。如果会当加速尸体分解，避免污染土壤，和蒙阿波附近的生态环境会当得到改善。因那民众若是要用烧的，买当用环保的骨头糊红。So this one is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of a regular urn in which you can put in the ashes, but with a tree on top. So if you put this in the soil, this will biodegrade and enrich nature. 即马一卡蘑菇干茶就系995欧元，同款材料的骨头麩红是197欧元。厂商一个月会当生产500个单位的产品，销到欧洲，也甲当地殡葬业者合作，提供民众6个特殊的墓园会当台，和人生的后事会当正环保。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德国一间环保的科技公司是用做巧克力豆存落来的豆仔壳，用高温甲烘甲变炭。这款生物炭是会当吸收二氧化碳，若是搅伫咧土里，也是暗温土内底，拢会当减少碳排放。联合国就预估，若是好好运用，当年是会当减少26亿吨的碳排放。伫咧德国汉堡预备河边的工厂，总是当闻到薄薄的巧克力香味。伫工厂内面，技术人员将可可豆的壳倒入去机器内面，伫无香的环境下，用摄氏600度的温度加热，可可豆的壳就变做所谓的生物炭。这项技术怎么也是伫咧起步的阶段，也毋过互减碳的目标更加进一步。根据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显示，人类每年产生大约400亿吨的二氧化碳，若是合法运用生物炭，就能抵消其中的20亿吨。而且生物炭怎么也用伫咧肥料。Absorb the CO2, and you produce these stable products. Whereas you place this in the ground, and you have efficiently a carbon sink. So by establishing these carbon sinks, you have prevented CO2 to escape back into the atmosphere. 不过生产这种生物炭的成本其实无俗，一吨差不多要1000欧元，换算代表是33000，所以农民的接受度无悬。因此，环保科技公司甲伊生产的生物炭装在小包装，提供给当地农民买。Humusgehalt im Boden aufbauen können, dass wir mehr Wasser speichern können, mehr Nährstoffe oben den Pflanz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können. Und das ist ja eigentlich auch der Sinn der Aktivkohle. 这么也只甲生物炭被做做绿色的空气里，应用伫咧建筑业。生物炭产业联合会是预估，甲2022年比，今年的产量有可能增加要加1倍，达到9万吨。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